吹，一阵的新风将容易吹到目的地之内咯。虽然门中了万毒阵，又被苗花川妖道困击，正在千斤一发之际。这个时阵，容易及时传电救出主人咯。莫小孩呀，金刚秘书来人啦！为我来呀！来了，多多先，来吧！容易使出玉骨金风棍，妖道被打得东倒西歪，但是容易为了救受伤的主人，无心恋战咯。面对啦！真这九龙饭汤咧对上啊！这阵又无多人解决苏阳门的性命啦。即马亏哪知哦，会更加甲咱严厉的责备。你一个讲多，一个亏，那无亏庄稼人啦，多一个亏。等下互亏甲咱责备就是咧。两起啊！喵！我还要拼，我还要溜。老船哥回叫比了6点红的光，回叫现神通。呀卡！这个时阵，两起个老三看你目定靠带咯，回叫飞上空中再落地。喂，一定叫落地呢？你先对叫甲凶器，什么对叫甲凶器？凶器都着凶啊，唔是啦，枪器啦。吼，安尼你先甲死气，什么叫我死气？唔是啊，我是讲叫你先甲气气，是啦。原来讲是，恁讲气啦。啊，这口音拢无共款就对啦。小体西施牛，迄球来绝对是有人。我看吼，迄顶球对顶面来摔来转一个啊，拍算分气啊，是。啊，袂安怎？咱6个人分做6个头，画一个冲啊，所以那个冲嘞，有你，有会伤，有会死呀！我内底那空空无人啊？空空无半人。哎呦，有人在咧笑怪声，拍算伊哦。我有咧听，行，看卖了，对击啊，对击。哎呦，帅哥啊！当作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凄美，如连心想袂甲我找，竟然叫我转去我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。饮不住目屎滴落地，三年到底无成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杀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晓？玉剑王比了新比女人一日制服咯。三哥啊，吼，功夫手够赞呢。三哥，毋是啦，老还要三啊！恁呢？你定叫我老三？师傅啦，师傅啊！
毋是阮师哥，迄就是太上叫做红神。这太上高做红神，迄个明明就是阮小妹老孙五里咧，伊的气功非常的厉害咧。敢安尼？哟，也是讲头拄啊，这歹人伫咧讲内面空无半人，对啊对啊，迄叫的内面空无半人啊。哎呀，其中比你言过了。哎呀，机关坑的仓库了，靠腰啊！什么机关坑的仓库？你假想叫来敢无人？无，空无半人。我啊，敢若有人呢。我敢若无人。我啊，敢若有。啊，无咱两个来打赌。要打赌啊？啊，若有呢？若有算我输啊！啊，我就是你的头头啊！啊，若无算你输，你就是我的头头。什么我你的头头？嘛，你我的徒弟。嘿，两起的看你见头，你头壳过来明白了。哼，看一看，过来便知道。看一看。有人啊，无人啊。兄长喂，我伫咧内面呐。有啊，甲你讲吼，甲你讲选股伫内面呢。敢阮主哥，声敢若毋知咧。选股啊！两起的无相信讲你伫叫来啦，你探头出来看卖。好啦，哦，主哥真水，哦，还要水还要高水，看到还要流水乱水。啊，你讲安尼我赢吼？你赢就是你赢，你就是我的财富啊！加快做师傅无简单啦哈。对啊，师傅啊，你波做八斤大法还未够啊！好啦，慢慢啊是啦，温州路头啊，我真远哩啦哈。兄长，啊，我偌远呢？真远哩啦。喂，舅父啊，较啉哪哩，搁光行哈？行哦。苏阳门中毒之深，容易甲赴到树脚所在去休息。阿佛到山间的所在采药草，要来甲医治。恁狗啊，你这药草是要我的主人吃是？啊，这只敢会好？好啦，来个试看卖啊咧。来捕草针吼，一转来甲输入到伊这个咽喉的所在。虽然用是当阿佛捕草针输入到伊这个咽喉，也毋过无可能轻敌就伊全身毒气。苏阳门仍然魂沉不醒。这个时阵，王府的兵士围来了。苏阳门，快俯首认罪，要求千岁将军发落，安尼这是相斥啦。你走，哼，要走到当时。阮主官无罪啦，因为什么特别来抓阮主官呢？啊！王爷急要抓这个苏阳门归案，你高人是咧主动性公众哈。你若是欺暴啊，是劫杀无论呢。好，我特别跟你拼。主手呢？主手，宅主，你唔知影苏阳门害死你阿姨是？众兵士听着，我的师父是冤枉的，因为我在这个火营的所在，甲鲁比当时看到的情形，我的姨娘是躲在地面在咧翻滚。伊咧翻滚的时阵，我的师父才走下去。当时我想要走下去。毋过看到我阿姨落了上半身，所以我才毋敢进前啊。想袂到鲁比对我的父王报告，什么我的师父对我阿姨非礼种种啊！哎，少年啊，你好人哦。你是谁？我就是苏衙门的家当雍仪师个。雍仪，听我的师父伫咧讲，你真聪明，真中意，又搁真可爱。啊，好香啦！宅主啊！啊，阮主官吼，伊即马中毒遮尔重，啊，即只狗啊所采的药量吼，惊无够哦，啊，无见久哦，拢袂精神呢。我想讲哦，叫只狗啊甲我引路，我甲你挽药草挽较济咧，安尼看救我下袂？是啦，雍仪，你是青山爱多加小心啊。袂啦，放心，我吼功夫足厉害，啊有啦，你倒去啊，来去采药草。众兵士唔通走。踮这个所在保护我的师傅就是准备了。这个阿妈人啊，我咧气到家己吼，我食袂过60时呢。乖老主啊，你莫气啦，我叫我乖老主啊，你叫我白讲啊，白
伯公啊，你甲我透落来啦，我足艰苦安尼。你要爱药草哈？你也无来甲我讨，也无甲我讲一声哈，也无你嘛甲我挽个腰啊就好。连军挂帐拢甲我考，连考300外帐，你实在我夭寿呢。啊，你药草一定甲我考去卖迄个青草仔店，对毋对？无啦，老师啊，我都无考啦，实在无考啦。哦，我这个琴甲你弹落去到地好，看你要招经啊，唔招经啊？哎呦，别讲啊，人大啦，别讲啊，我头壳要变啊啦。我讲啦。哦，要讲我就莫弹，要若无你咪继续弹落去，这魔音传脑哦，你头壳弹逼破。我讲啦，唔是我甲你头壳的啦，要无是啥人头壳的？我一只狗安尼哦，鼓嘴你咧，好，头仔直直撒直直哭，啊哭的伫咧树骹，因为怎啊甲分一半尔，爱只狗哦，一半揽咧怎走，啊我迄半怎，摕去青草仔店去卖5块哩咧，我都知个哦，哦，甲你放落来，迄只狗是生做安怎？那只狗安尼白色的啦，走细只尔，嚯，足灵巧啊了，嚯，啊你听嘛真紧呢。嘿，鸟我贵啊！迄狗实在比人较巧呢。好啦，后摆唔通安尼。啊，多谢，多谢怪鸟鼠。嘿，什么话？啊，唔是，多谢怪鸟鼠。咦，好啦，这个老人吼，有迄个身边功夫哦。即马你袂使过头壳啊哦，要我用来甲讨的。你踮这个所在等我哈，唔通走哈。咱这位什么好斗伯啊？人参，你咪叫我好斗伯啊？啊，你都好斗，啊，我都唔知你是什么道号，唔则叫你好斗伯啊？囡仔人，你应该称呼我八公伯啊，才有够。八公伯啊，乌喙手的叫我这尔八公啊，啊，你这个高囡仔尔爱称呼我八公伯啊，安尼才有够礼貌。八公伯啊，吼，你是武林中的顶尖人物咯。迄个哪里才知？哦，你的琴技吼盖世无顶呢。迄个哪里才知？啊，听讲你做人真善心呢。大家都嘛安尼讲。啊，你的药草有讲种真多吼。你哪会知啊？也都听人讲。你原来是咧孝顺我药草的款哦。是啊。哦，你要来甲我头考？唔是啦，我讲你听啦，阮主官苏彦文吼，被庄林氏的妖道用迄毒气伤着，终情听碎啊！啊，苏彦文哦，是，这人的名声我听过哦，吼，这轰动武林啊！还佫一个啊，这庄稼人，这人是啥？你讲惊动万教？要若是安尼。听你一个讲啊，中着庄林氏的毒气，敢若食药草啊。如果若是无来甲伊看咧，应该爱食偌济啊？应该啥物毒用啥物草啊？这若是无对症下药，要好安那真困难哦。八公伯啊，较紧啦！等咧，我毋捌咧讲往真呢。啊麦啦，你老遐讲赢啦！因为赢往赢，上命拢爱钱呢。阿伯啊，救人一命哦！啊，看呀，你食3年的青菜呢？高囡仔，我真够讲话呢。安尼啦，你咧古水啦，我来甲你考头脑，看你的头脑有够敏捷无？我做3个菜啊，互你猜。啊，你若是甲猜会着啊，我就来往诊，来救恁主人。啊，若是猜袂着，你甲掠一只狗啊，来互我甲修理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有听哦？哪一个？用不教谁之过，你捌读无？啊，迄3字经的。对啊，这个用不教谁之过，互你猜一个人的外号。迄个囝有用无教，当然是爱怪老爸啊！怪老主。你是这样足灵敏的呢？迄怪老主就是我的外号呢。还佫有一个绰号咧，叫做心意魔琴，怪老主就是我。安尼哦，真好听呢。迄个哪里才知？来，佫再两题哦。来，空走一抓，互你猜了菜名一项。
空走一抓，空跑一趟。骹白笋，卡白笋，是啊，咯加行加走的，骹咯白笋的，骹白笋。你我贵人实在有够聪明。我再来，最后哈，对啊，土地公唔惊风太雨，我你猜俗语一句。老神在在，干哪你才知？安尼三地人总猜到你书。好心空位，超人的头脑，我就要款那个又想款的来去一直输人门了。容易啊！安那？苏阳文真出名，但是一个人还佫比苏阳文较出名，你唔知捌你无？啥人啊？叫做钟景林呢。唔捌听过呢。那迄个人啊，会使讲比恁主人苏阳文佫加倍厉害啦！迄我看伫个凤凰山安尼哦，用一座金光撒起来，规个庙拢从来好脆高高啊，实在有影骹尾拢冷嘅。毋过我若是要去医治苏阳文，伊会怨叹，伊会甲我阻止，阻止伊甲我上啥要安怎？免惊，钟景林若出来吼，我甲伊拼就好啊。初毒之牛不怕火。若非老前辈拯救，严文命休矣。好心的人自然就好无啦。严文啊，你敢捌听过迄个钟景林三字？哦，唔捌听过呢。迄个钟林师哦，甲这个钟景林绝对安那有所挂钩就对啦。可能拢总有相连啦。这个钟林是万种祈祷，我就用这个药茶，互恁大家啉落去，确保安全无事。我要等下梧桐拿去后会有期啦哈。偌济钱啊？8公8啊！免啦！医治中军爱国青年哦，我真高兴咧有时间再来访你拜拜。是，咱必先回转王府来去销案。徒弟阿福串好雷我，谁能证明我的清白呢？地主愿证明啊！多谢销量啊！苏阳文回转王府说别完成之后，向辽东王请令得要逮捕钟林氏，伊带两船宝剑得要提下井别了多路。苏阳文家中了毒气，家私身家食军衣。此小子今日死无去，今日来赴死，腰刀看剑。上啊！世界万世的下井。妖刀苗花也受正义之剑所披露，下井妖刀死在剑下就不计其数，88看在世志气，急急再夺了。林上人，虾米人了解我为虾米特要收拾苏阳门吗？启禀总领人，苏阳门有逮捕钟林氏了。虾米？兵魔快主！领人，钟林氏被苏阳门破去了。虾米？苏阳门真是我眼中钉肉中刺，小水我连天带地之仇。喂，天下人啥人也了解我甲苏阳门的姻缘者？我会显出无善真面目啊！啥人能了解我甲苏阳门的冤仇者？我的魔镜会送互你，恁知吗？我知。钟景林啊，可能是你的爱人被苏阳门甲你占夺去，
金鸟英你好耍。以我稳脚看起来，庄稼人你的神通广大，法力无穷，但是自你入庙之后，咱的族人为你牺牲也不少。而且呢，为了这个老宣哥，你特别当我出卖太上高祖风神的征道。这个总共为了私心，也呢害死大家这么多啊！东门之道，未免是太残忍嘛。顺我者生，敬我者亡啊！向太上高祖风神挑战。苏阳门兵生属托兵书战策，伊早晨又见客巧唔惊人，在了虎门前的所在，武实人了唔惊人，所以记起兵士一句话：色不避人，自有大凶。所以急急向朱王爷请令要回调何家路。了当洪自传受水门将军爱国的心情感动，亦令他假释回家了。终日机怀五百，随水门得回家时阵，朱小亮甲阿福在府门前伫咧恭送，师徒依依难舍情景，令人心酸落泪了。这边面干国师六百千三，当宰相安基模定计这个陷害东京天主路。红沙国，魔魁宗教人亲自约见太上高祖洪神与红沙国。宗教人，我一道气功对使你献出庐山真面目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太上高祖洪神，你的气数将尽咯！自结，以前甲福建自结的武功，两人一触即发，随成随败呢。请看精彩续集，新魂之友来如剑。